位老師、各位同學好啊！現在咧係3月份圖書組會嘅時間喎。今日咧首先會有同學為我哋分享閱讀嘅，咁我將個時間咧就交俾負責嘅同學啦。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日我哋要同大家介紹兩篇文章。呢兩篇文章係關於一位好出名嘅運動員。邊個運動員啊？就係佢啦，佢就係全紅嬋。我哋一齊嚟睇下第一篇文章嘅標題啦。原來全紅嬋每日練習跳水要跳300次㗎，每日都練習跳水300次，真係夠晒堅毅啊！文章有提及全紅嬋努力跳水賺錢，原來就係為咗賺錢俾佢媽媽醫病。全紅嬋真係好愛佢嘅家人啊！而第二篇文章就提及全紅嬋捐咗70萬元俾佢嘅母校，母校就可以用呢啲錢改善學校嘅學習環境。全紅嬋真係好有愛心啊！全紅嬋雖然生活喺一個貧困嘅家庭，但係佢就有堅毅同埋仁愛嘅素質，好值得我哋學習啊！我哋介紹嘅兩篇文章都好值得你哋睇。如果大家想睇呢兩篇文章，可以點做啊？不如問下譚老師啦。唔該晒多啦斯夢同埋雅慧咧，為我哋分享文章喎。咁啊，譚老師咧就有少少補充啊。咁啊，剛才咧文章就提及全紅嬋咧生長喺一個貧困嘅家庭啦。咁其實近年咧國家貧困兒童嘅數量咧已經不斷減少緊㗎啦。咁不過咧喺一啲偏遠嘅農村地區咧，仍然都會有一啲咧過住貧困生活嘅兒童㗎喎。咁咧，為咗培養同學好似全紅嬋一樣咁有堅毅同埋仁愛嘅素質啦，亦都希望提供機會咧，可以讓同學幫助一啲咧住喺國家偏遠農村嘅貧困兒童啦。咁圖書館英文科同埋體育科咧就合作舉辦咗一啲咧以堅毅同埋仁愛為主題嘅活動喎。咁譚老師而家就同大家去介紹下。咁咧第一項咧就叫做堅毅仁愛活動知多少嘅。咁稍後咧班主任會派一份活動紙俾你哋啦。活動紙上面會有一啲咧有關今日節目嘅內容喎。咁同學用心回答啦，然後記得喺3月26日或之前咧將活動紙交喺活動紙嘅收集箱啦。凡係能夠提交作品嘅同學咧都可以獲得一粒我做得好獎勵計劃嘅藍鑽石啦。咁而表現最理想嘅30個同學仲可以獲得一份小禮物添。好啦，咁第二項嘅活動咧就叫做中國農村兒童概況講座喎。咁咧呢個活動就會喺3月12日嘅週會時段咧就舉行嘅。咁咧喺活動舉行期間咧，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嘅職員咧就會嚟到學校，為4至6年級嘅同學主持一個講座喎。咁咧佢嘅講座主題咧就會分享到咧中國農村兒童嘅生活情況啦。咁咧希望從而咧幫助同學多啲去了解咧呢啲農村兒童嘅困難同埋需要嘅。咁第3項活動咧就叫做堅毅仁愛故事展嘅。咁喺下星期咧，圖書館就會展出一啲以運動員奮鬥經歷啦，同埋咧介紹中國農村兒童生活嘅閱讀材料喎。咁當中咧，大家會揾到孔老師啦、Miss Benedict 同埋 Miss Mimi 喺好書同分享節目裏邊介紹過嘅圖書啦。咁亦都咧可以咧睇到咧剛才多啦斯夢同埋雅慧介紹過嘅文章喎。咁咧同學記得用心去睇下呢啲閱讀材料啦。咁至於第4項活動咧，就叫做依時還書班際比賽。呢項活動就將會喺3月17日至到4月6日期間舉行嘅。咁咧每一級最踴躍借書而又能夠做到依時還書嘅班別咧，每人就可以獲得一份小禮物嘅。咁咧就喺比賽期間咧，冇過期還書嘅同學咧，仲可以獲得3粒我做得好獎勵計劃嘅藍鑽石添。咁而譚老師認識一位善心人士啊，咁呢位善心人士咧就答應每有1位同學喺呢個比賽期間冇過期還書嘅話咧，咁呢位善心人士咧就會捐出10蚊俾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啦。咁基金會咧就會咧用呢啲錢咧去改善中國農村貧困兒童嘅生活嘅。其實能夠養成每天依時還書習慣咧，背後的確需要堅毅去支持嘅喎。而同學又能夠透過參加呢個比賽咧，嚟幫助中國農村嘅貧困兒童喎。咁所以呢個比賽咧，真係咧一項咧同時能夠培養同學堅毅同埋仁愛素質嘅活動嚟嘅喎。咁大家記得踴躍參與啦。
咁咧跟住落嚟，我哋會跟進下咧之前我哋舉辦過嘅 eLibrary 新春閱讀比賽喎。咁咧以下落嚟，大家見到嘅30位同學咧就攞到最積極閱讀獎嘅。咁我哋一齊睇下得獎名單啦。接住落嚟呢30個同學咧就攞咗最認真閱讀獎嘅。咁一齊又睇下得獎名單啦喎。以上得獎嘅同學咧就可以獲得3粒我做得好獎勵計劃嘅藍鑽石同埋1份小禮物嘅，而同時能夠獲得最積極及最認真閱讀獎嘅同學咧，你哋仲可以額外咧再獲得一張能量卡嘅喎。咁恭喜晒以上得獎嘅同學啊！好啦，咁今日圖書組會嘅時間又差唔多啦，拜拜。